好，各位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3月18號。首先講結論啊，我認為港股係有機會開始走入一個最牛市、最 bullish 嘅一個狀態啦。咁一陣個論點呢，我會大概同大家講下，同埋到底就算真係想炒呢個市嘅，真係覺得個市有機會嘅，用咩方法部署比較好呢？咁我哋今日會詳細去解釋一下。首先而家呢，其實港股最近嘅成交呢係非常之巨量嘅。大家回顧翻啊叫做成個港股市場最淡嘅2年呢，如果我哋用從事後嘅角度嚟睇嘅話呢，就係2021年到2023年啦。講緊高峰3萬點呢，跌足2年跌到14,500幾點。而第二段都係相對地比較懦弱少少嘅就係2023年頭啦彈咗幾個月，跟住又重新迎嚟一個不斷下跌嘅股市啦。但係其實呢，喺大家睇唔起個股市嘅情況之下呢，其實個市不知不覺呢已經係慢慢十級而上，恢復翻個生氣。大家見到呢，由2024年嘅1月份開始呢，其實成個市處於一個向上升嘅慢牛嘅狀態嘅。咁當然比較強烈嘅升浪呢，其實就得幾段嘅啫一段係2024年嘅4月啦，一段係9月份，一段係最近呢段升浪。咁所以話我知道近幾年啦，好多人都話港股唔值得再炒港股已經唔會再升咁樣嘅言論呢係相當之多嘅。咁而我哋一度都係對呢個市場不離不棄啦。雖然我哋必須要承認嘅，港股嗰個走勢表現呢，同美股長期嘅表現係有一定嘅距離嘅。但係都係嗰句，我哋熟悉邊一個市場呢？其實嗰個市場最後都係回饋翻俾你嘅。更何況其實喺2021、2022、2023呢，2024包括我哋每年都係達到我哋嘅雙位數字百分比回報呢個目標嘅。咁所以話，有時候呢，投資市場就係咁噶啦，唔好太過在乎大眾嘅聲音覺得個市點大眾所有人覺得個市唔會再升咁呢個睇法特別喺投資嘅世界係錯誤嘅。好，咁所以呢個都係想同大家講嘅第一樣嘢啦好，第二樣嘢我哋即係唔好講咁多廢話啦，我哋翻去而家嘅重點概況就係，到底而家呢一刻個股市嘅形態係一個乜嘢嘅狀況？首先最近呢段成交呢，嗰個成交量係相當之大嘅對比下之前最淡嘅2021至2023年呢，嗰陣都幾慘嘅，每日嘅成交量呢，有1000億已經算多噶啦。但係講緊最近呢段我哋可以睇翻最近嘅10日平均成交量係3000億，30日平均成交量3000億。拉長少少計50日嘅平均成交量呢都2400億嘅，呢個嘅成交量水平，我唔係講緊個股市走勢表現，係成交量水平係超越港股以往任何一段牛市係從來冇出現過㗎。即使唔係話呢段咁牛嘅市況下面，之前嘅平均成交量都有1500億嘅，咁所以我哋認為個股市嘅資金情緒係真金白銀地相當之熾熱嘅，呢個係第一點。而第二點呢，我認為個股市呢最近出現咗一個非常之牛嘅狀態當然呢個狀態呢，其實都有少少 fit 咗我嘅咁但係唔緊要，我哋做投資最緊要係好快咁樣去修正翻自己嘅錯誤理解啦。我哋回顧翻當時呢，我哋見到嘅恒指，其實我哋見到資金喺農曆新年前有一路睇開我哋片同埋睇我哋嘅 Patreon 嘅所有觀眾都可以做證，喺農曆新年即係1月幾嘅時候，我哋已經係見到有外資呢係暗暗地收集緊唔同嘅股票進場噶啦。特別如果你最近有睇新聞嘅話呢，你開始見到好多人事後講啦，就話1月份歐資美資已經係收集緊啲股票進場噶啦。咁我哋講緊2個月前已經講緊呢件事啦，係有呢件事嘅。因此呢個市一路係咁升啦，但一路係咁升呢，我哋都有2個判斷噶嘛，就係第一，佢升到幾多叫完呢？第二，佢哋收集嗰個力度有幾大呢？會大概去到乜嘢嘅狀況呢？咁當時我哋認為呢個市升到去2月份，即係話升到差唔多23,500點至24,000點呢。講緊你要知喺我哋嘅角度，2萬點樓下開始部署緊噶咯喎，咁所以即使唔係話真係升好多，升到23,500、24,000其實對我哋嚟講呢，係成段浪食咗3000點噶啦。一個咁嘅狀況下面，我哋見到有2個信號，第一個係 RSI 呢已經去到80嘅狀態啦，第二個係 RSI 到80嘅狀態，亦都喺高位拉針之後呢開始就回噶啦。咁你逢親知道，
當個恒指嘅 RSI 去個比較高嘅水平，跟住開始回落呢，就代表個市有機會出現前面啦。我而家畫書指住嘅2024年10月嘅呢啲狀態啦。既然我下方都食咗3000點啦嚇，咁我當然係揾呢啲嘅狀態呢，就覺得個市開始食糊啊，開始唔得㗎啦。而以往喺恒指由高 RSI 去到跌翻落嚟呢，係一件好常見嘅情況。咁只係細估唔到啦嚇，亦都令我修正咗我嘅諗法呢，就係第一個股市高 RSI 跌落嚟，第二特朗普呢個時候就全球開始撩個關稅喎。因為咁嘅情況之下，2018年有個例子俾我哋睇啦，我哋都認為個市可能升到呢個時候呢，差唔多啦，要唞下氣啦。殊不知佢嗰個最強嘅狀況係喺個咁差嘅技術形態下面，甚至去 fit 咗我去攞部分嘅利潤做少少嘅淡倉，咁嘅情況之下，個市往後幾日呢係有力破頂嘅。咁我哋認為呢個係對於恒指一個相當之強大嘅情況，所以我哋都好清晰講到，之前呢博大跌嗰啲嘅淡倉呢係一定要認輸噶。你做唔做好倉唔緊要啊，我喺上面都講到啦。你做唔做好倉呢？我唔敢講住，但係至少唔可以硬頸呢再博淡倉。咁後面嘅市都見到啦嚇，出現一個咁強嘅情況之下呢，特別計埋而家夜期呢仲升緊500點嘅。咁因為我哋認為係一個恒指上面非常之強嘅形態。咁我都可以講翻俾你聽，就係當恒指喺高位 RSI 回落之後，重新有力破頂，有冇出現過咁嘅技術形態呢？係有嘅，不過真係好少啊。而咁啱出現嘅兩次呢，往後就係叫做恒指牛市一個非常之健康同埋強橫嘅形態啊。嗱，例如咩叫高 RSI 開始回落呢？例如係2018年1月啦嚇，係咪一個衝到好高嘅 RSI？咁咧好多時候呢，佢會出現嘅情況有機會係牛市尾部嚟嘅。跟住當個市要回嗰陣呢，你見回嗰力度係相當大嘅嚇，因為好合理啊嘛。你個市衝得太高，去到一個咁超買嘅形態，跟住向下跌，咁你跌得深係好合理嘅事情嚟㗎啦嚇。咁我哋估計本來係一件咁嘅事情嚟㗎，咁所以呢，希望做少少嘅淡倉啦嚇，希望喺本身有一定嘅盈利之下錦上添花。咁但係呢，有時呢會有個例外嘅例子嘅，就係最常見呢，一個健康牛市嘅一個中間嘅階段呢，會有一個咁嘅情況嘅。第一個呢係2017年嘅8月份嘅階段啦嚇，就好似咁樣，前面個市一路係咁升，似唔似而家呢個狀態啊嚇？都好勁噶嚇。跟住呢，後面可能有啲事情啦嚇，特別恒指 RSI 已經去到差唔多80啦，個市開始回，但係回完之後有力重新破頂呢，你見後面成段浪升多半年有多㗎。呢個係第一個例子。第二個例子係2019年嘅2月份啦嚇，就係我而家畫書指住呢個位置，恒指升到 RSI 75、76啦嚇，跟住就開始回啦。回完之後唔跌不特止係重新破頂嘅嚇。當然後面個牛市冇咁誇張，但係講緊仲有2至3個月一個好唔錯嘅升幅㗎。當然嚇，後面嘅升幅呢就未必係90度嗰一條氣向上升嘅，但係點睇都係一個牛市嘅狀態啦。咁所以呢，我認為而家恒指既然有力破到講緊喺2025年2月尾嘅跌浪之後，仲可以破頂嘅話，我認為一浪高於一浪嘅形態個機會都係幾大㗎。咁所以點解我哋會覺得啦呢啲市況呢係可以考慮下。咁當然我一陣都會同大家講翻呢，我哋有咩股票會相對地比較考慮少少啦。同埋一陣呢會講翻大概呢啲時候，既然覺得個市佢有投資嘅價值啦，咁我哋應該係點樣去炒個市呢？一陣我會將我嘅觀點講出嚟嘅。好，但係喺呢個時候呢，我哋先推廣一下我哋嘅 Patreon 啦嚇。喺一個咁嘅市況下面呢，咁我哋當然會有好多嘅更新嘅。咁最緊要係我哋先同大家講翻，到底我哋嘅 Patreon 會點樣同大家更新一個咁嘅大市呢？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嘅就係我個人嘅風格，睇升就係睇升，睇跌就係睇跌。唔會有好多好模棱兩可嘅意見嘅。基本上我 update Patreon 嘅角度得3種嘅啫，一係就買個股市，一係就覺得唔買個股市，一
一係就話個市確實有機會升，有機會跌，我嗰一刻判斷唔清楚住，我都會話俾你知嘅。因為你股市好合理噶嘛，我哋追求就係一個雙位數字嘅年回報，你唔需要全年每一段浪呢都係叫做食晒㗎，所以我哋會比較集中去 pick 一啲覺得比較有信心嘅機會去做，例如係2月24號啦，你見到2月24號我哋講到輕住長時係一個看好嘅信號，2月27號繼續係一個保障升幅嘅角度，去到3月7號我亦都好快去認錯啦啊，當時嗰個嘅淡倉呢，我哋部署得唔成功，幾時止損，往後點部署，我全部一一都講得非常之清楚。咁因此呢，就針對翻而家股市嘅形態呢，我一陣都可以講，我認為係有投資嘅價值嘅。一陣講大概我會從咩方向去考慮翻點樣去玩呢個股市。咁但係大家如果覺得呢，我哋嘅 Patreon 係講得幾好嘅嚇，呢種風格幾啱你嘅，而且我哋每年貼倉，每年都可以達到正數嘅回報，雙位數字嘅回報，不論係升市跌市都有一個咁嘅回報之下。如果你對我哋咁樣嘅分享係有興趣嘅話呢，其實你只需要一個好少嘅價錢就可以睇到我哋更加多嘅資訊同埋更新。特別你中意我哋嘅公開影片嘅話，講緊而家我哋嘅 Patreon 呢做緊特價，只係需要80蚊一個月嘅費用。如果你一次過買一年嘅話呢，仲有85折嘅優惠嘅。所以有興趣嘅各位，我哋 Patreon 見。好，咁我哋接下落嚟呢，講翻個股市。我先講而家一個大方向先。呢一個階段，我認為係一個以正股投資做一個中線少少嘅部署嘅階段。你知咧，我哋呢個 channel 咧比較講得多係短炒嘅，原因係我哋比較追求係絕對回報，就唔係相對回報。一陣解釋翻俾你聽。咁對我哋嚟講，短炒咧係對絕對回報最有保證嘅一個位置嚟嘅。咁但係呢個時候咧，我覺得個部署咧可以考慮去揸某啲股票咧，去揸1至2個月嘅時間嚇，1個半月至2個月嘅時間啦嚇，因為我哋預計個市咧往後有機會繼續行一個比較強嘅浪型，但係個升幅咧就未必係好快嘅，因為你睇翻回頭咧，其實呢段升浪係相對地比較健康嘅。第一，成交量係一路支撐住嘅；第二，喺 RSI 比較高嘅情況之下呢，個市息回一回，然之後重新破頂，同2024年9月份、10月份呢，有啲盲目夾硬炒起呢，係爭幾遠嘅。因為你見到今次會升嘅股票呢，其實都幾集中喺一啲有質量嘅股票上面，反而係2024年9月份啊、10月份啊就升好多內房啊，講緊啲融創啊，甚至好明顯資金鏈有問題嘅股票啊，全部都20%、30%、30%一日咁樣升噶啦。咁今次呢段浪呢，反而相對地會升啲比較有質量、有現金流、有價值嘅股票上面。咁所以到呢個 moment 即係我認為呢個升浪比較健康啲，同時未來個速率未必好快，但係可能升得比較順利啲，有啲似美股長年升嗰個浪型啊。而亦都要提醒一下大家啦嚇，如果你追求嘅係絕對回報嘅話呢，你要有個心理準備嘅，就係往後就算個市升嚇，你會贏錢嘅，但係你可能會跑輸大市嘅。原因係我哋一路講嘅，其實你股市追求無非兩樣嘢嘅啫，一樣係相對回報，一樣係絕對回報。相對回報嘅意思係我炒個市，我希望跑贏大市。但係如果你用相對回報去炒港股呢，你會好痛苦㗎。原因係咧，如果你由2021年到2023年咧，咩叫跑贏大市啊？個市跌30%、跌40%，你唔使輸咁多喎，你輸15%，你輸20%喎，你頂唔頂得順先嚇？你頂得順嘅，你可以繼續追求相對回報。簡單嚟講，你投資用咗2年時間，輸咗15%，咁我相信咧，呢個幾多人都唔係好受得住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由2021年開始起計咧，我哋就調整咗我哋嘅策略㗎啦。我哋就由追求相對回報，希望跑贏大市，調整去追求絕對回報嘅策略嘅。絕對回報即係我唔理你個市升定跌，我追求呢係有一定嘅回報，我每年賺少少，我唔理你升市定跌市啦。你大牛市我又想贏咁多，你大跌市我都想贏咁多。呢個係我哋2021年開始調整嘅策略嚟嘅。你個優勢係咩啊？2021年我哋贏錢啊，2022贏錢啊，我年年都有貼倉啊，你中意可以去翻個 Patreon 睇。2023年我哋都係贏錢嘅嚇，每年都係雙位數字百分比嘅回報。咁但係嚇，你話哇咁勁嘅跌市都贏錢嘅，食得鹹魚就抵得渴。去到依個情況嚇，個市升得咁勁啦嚇，咁你都要接受翻。喺個大牛市，我哋會點㗎？大跌市都贏錢喎，大牛市係咪贏好多啊？錯誤嘅呢個諗法係。
因為我哋追求絕對回報，控制住嘅風險呢，又令到我哋大升市呢都會贏得少過個大市嘅，呢個你要接受嘅事情嚟。咁所以我必須要同你講呢，就係我哋追求絕對回報，即使係個大牛市，你唔好太過 expect 有超額嘅回報。我哋嘅回報呢，可能同早幾年呢就差唔多嘅啫。所以呢段升市對我哋嚟講執少少就夠啦，我唔期待係執得太多嘅。OK，呢個係第一個我需要同你講嘅事情。咁所以呢，喺未來嘅日子呢，我會係主力去攞部分嘅錢都係一個相對輕嘅注碼去買入正股，預計嘅持倉期呢會1個半月至2個月。咁至於呢一刻有咩可以係持有嘅呢？咁我覺得第一隻啦，屬於T1 嘅股票呢。咁當然係既然咁大嘅成交量破晒歷史紀錄嘅，咁你港交所破下頂都好應該啊。咁而且以我哋一個估值計算上面呢，港交所呢個位置呢仲未到頂嘅嚇。最直接受惠嘅港交所呢，我認為係一個可以考慮嘅選擇啦。咁而且你揸正股，你都希望揸啲有質量少少啊，唔使一日瞓唔着嘅股票。咁我相信港交所係其中一隻嚟嘅。咁另外其他啲都係資金上面相對地比較好啦嚇。關於資金嘅 update 我擺咗喺 Patreon 度嘅，我唔太詳細講啦。我直接講有咩嘅我而家考慮嘅選擇啦。例如係騰訊啦嚇，咁我相信唔使解釋呢隻股票嗰個嘅基本面係有幾穩健啦，係咪？3690美團啦。咁最近風險會大少少嘅，坦白講呢，呢啲位置我覺得有少少超升噶啦嚇，咁但係你都不能夠不信邪啦，大家抱團仲喺隻股票度1810小米。咁科技股我主力呢考慮係呢幾隻啦，388、3690、700、110。另外消費嘅板塊呢，我都覺得有兩隻會比較好嘅，一隻係其實佢鄰近嗰隻呢9992呢，泡沫瑪特已經係升到起晒飛噶啦。咁我覺得如果真係媲美9992呢，有一隻個質量類似嘅就係9633農夫山泉，都係相對地比較高質量嘅零售股啦嚇，以一個質量為先而非以價格為先嘅零售股，我幾中意呢隻股票嘅，我認為未來可能會相對地比較好啦。咁另外一隻呢，就終於係大重組完畢嘅海底撈6862加埋2319蒙牛乳業嚇，電器股我都會加多隻嘅6690可以自家。呢幾隻股份呢，我覺得喺零售股度都係相對地比較有潛力。搭多隻二線少少嘅零售股，我覺得最近又開始有翻啲睇頭啦。6969斯摩爾國際。呢幾隻係零售板塊方面我會考慮嘅。另外搭多兩隻，雖然話資金呢就未係好明顯嚇，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叫做好邊嘅選擇嘅話呢，可以考慮1928金沙同埋2282美高梅嘅。咁我前提提醒翻嚟啦，既然係我哋追求絕對回報嘅話呢，嚇，雖然我哋而家估啫嚇，估個市繼續向上行得幾靚啦。呢件事必須要提醒你呢，唔係100%嘅，可以隨時走嘅我哋。咁為咗保持一個比較高嘅機動性呢，對我嚟講呢，都係一個輕住炒下。誠如我啱啱所講啦，我完全唔期望就算係一個大牛市呢，我哋可以一下贏好多錢啊！呢個唔係我嘅期望，亦都唔係我哋嘅計劃之內。反而我哋期望係用個好低嘅風險贏少少。買輸嘅話呢，都係輸少少，一個咁嘅態度。咁所以對我哋嚟講呢，用少少嘅錢啦可能係一個質地2成咁樣嘅錢，特別啦對我哋嚟講，因為你中線持倉揸1個半月至2個月呢，其實唔係一件低風險嘅事情嚟㗎。咁所以我可能用15頂籠20，最頂25% 左右嘅資金咧去嘗試炒，跑輸大市一啲都唔介意嚇。咁我主要係要保持翻呢個倉位嘅穩健程度。咁呢個係我暫時而家嘅睇法嚟嘅。咁如果中意我哋呢個 style 嘅分析嘅話呢，又覺得我哋講得好有道理嘅話，呢段時候我認為非常之值得去買我哋嘅 Patreon 嘅，因為有啲時候呢，我哋可以係2個月、3個月完全冇動作齋等嘅。咁而家好明顯呢，我認為唔係呢個時候。特別如果大家想睇更加多資金嘅分析嘅話呢，歡迎嘅時候嚟 join 我哋 Patreon 啦。中意條片嘅話，記得 like 條片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覺得我哋講得好嘅我下面呢有條 IB 嘅 link 嘅，可以幫我哋撳一撳啦咁會對我哋嘅頻道呢會有相當大嘅幫助。好，我哋今日嘅內容先到呢度，我哋下一集再見。